是这个中国不是了吧？呢？结跟前边人说加班样，结跟这边人说跑到前人是，那边人说跑，你想到多少钱呢？其实在呢，就刚才就他的话说蛮不是多啊。当然我让做超多个南州的这个超多个那么了点呢，上到长到都是国防我的学校，加班样的，过两只月的吧这个就是加班样，他个他点呢，长期的那个了，呀，刚才他的，这就是超多的这样用这个是吧？这是我们中国的吧？哦，对那个的样，就他在我下过去，快是吧？上级是差不多就这个，就这个差不多，那这个嘛是开出去送的话，对是吧？就说越过了吧，到帮到多少年吧是吧？实际因素多少年吧，帮到多少年吧？刚才就他在这下过了，这两个就他在这也不起，当然这上级他说这做一些经历的他说你给他把它下载了，大概那些个代表通过查下呢。他蹲着的，你说你那小的，那第一碰工阶级那么大个，那他的下一个呢，刚才举几个，那碰工阶级个，恰通嘛，他的中级个，经过个的，等把他也拿把它下得了去，我用的的话，的举几个的，但举他的这有关系，马上把他们的话。